好，各位同學午安。今日我哋會嚟學跑馬步嘅，有冇人知馬仔係點跑㗎？可唔可以想像下、示範下？咁樣？喂，呢個同學，哇！呢兩個同學真係咁樣跑？未學先識啊！好，好，陣間我會做3個動作，你哋要學識先。好，第一個星星跳係咁樣，原地嘅 ，OK。第二個動作就係兔仔跳，我哋要向前跳嘅 ，OK。第三個動作就係長頸鹿行，舉高手、趌高腳咁樣行路 ，OK。好，陣間我哨子嗶一聲之後講出咩動作咧，你就要跟住做啦 ，OK。而家喺呢個半場嘅範圍之內咧，隨意跑動，跑快啲啊！好。誒，卓文同學唔好跑出去喎。OK， 好啊，星星跳，原地，好，好跑，好兔仔跳。OK。好，最後長頸鹿行，趌高腳啊，記住。係啊，雷博士。好 ，OK， 我哋翻嚟喺我面前坐低先。OK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就會學跑馬步啦。啱啱卓文同學都示範得好好啊，佢嘅動作都幾標準啊。好啦，咁睇阿 Sir 示範兩次先。係啊，首先跑馬步咧，左腳為例啦，左腳向前，然之後咧就會踏出、踏步、踏步，然之後跳一下，收腳再落地嘅。OK， 踏一下咁樣。係啊，最尾係連續嘅咁 ，OK， 好，咁樣右腳係啦 ，OK， 咁我哋試下將佢拆出嚟喎。好，大家起身，兩個人一組喺白色線後邊排隊。係啦，幫同學起身。好，白色線後邊排隊先。好，首先我哋要練習嘅第一個動作咧，可以睇我示範一次。首先企喺度啦，然之後踏步、跳躍、踏步懸空、踏一下跳 ，OK。然之後單腳落地 ，OK。好，踏步、跳、懸空、落地 ，OK。就試呢兩個動作，踏步、跳。好，試下先。我哋做到嚟呢個位置，係啦。好，然之後行翻去，做多一次啊。好，再嚟多次。好，我哋再加埋後邊嘅兩個動作咯。啱啱係踏步懸空，踏步懸空 ，OK。然之後咧，我哋會加埋收腳同埋落地嘅，咁樣踏步懸空之後，將後腳快速咁收埋喺前腳後邊 ，OK。踏步懸空跳，踏步懸空收腳落地 ，OK。好快嘅。最尾咧可以，譬如左腳先嘅話，將右腳單腳咁樣落地，左腳收翻去
收翻喺上面 ，OK。好，再嚟試下示範一次，踏步懸空，收腳落地，咁樣，OK，嚟試一次。好，走，停，停，停，係啦，好啦，做得唔錯。好，再嚟多次。係啊，我哋做完一下之後停低，再重新做一次。好啦，翻去排隊先。好啦，我哋正式嚟試下將成個動作連埋一齊咯，做一次完整嘅跑馬步。係啦，都係一樣啊，左腳開始，做翻啱啱嘅動作，停一下，再嚟一次，咁樣嚟個慢嘅動作 ，OK。將4個動作串連埋一齊，停，停，停。我哋嚟試下做到呢條線 ，OK。成個動作連埋一齊 ，Go。係啦，哇，好 Go。OK， 我哋再試多次。好，第一組同學 Go。好，好自己去啦。好，停低先。而家咧，我哋嚟試埋左右腳喎，右腳都可以試一次。右腳先，咁樣做。OK， 右腳向前，做跑馬步 ，Go。好，林浩同學行啦，林楚峰同學。OK， 好。而家咧，我哋嚟做多個練習。好啦。好，同學嚟過嚟4個人一齊喺呢度排隊，喺呢個雪糕筒排隊。係啊，呢度係你哋起點。我哋而家開始用左腳向前嘅跑馬步，圍住呢個雪糕筒一圈。好，第一個同學帶 Go。左腳嘅向前嘅跑馬步，好停。然之後轉右腳去。好，我哋嚟試下八字點做咯。八字左腳向前嘅跑馬步，咁樣過去，呢度過去，然之後兜翻過嚟，再向呢個方向，再過嚟呢邊，然之後翻原位。OK， 好，第一個同學去，一齊去。好，今次再轉右腳。OK， 辛苦晒。真係幾辛苦啊！我屬於隻狗嚟喎，都扮得幾似。講笑下。好，好啦，我哋翻去底線排隊先。
好，兩個人一組，對住個雪糕筒，一人兩個人一組，喺底線位置排隊，然之後攞住第一個同學攞住個豆袋，好啦，咁咧。咁咧，第一位同學咧揸住豆袋，聽到哨子聲之後咧，再用任意一邊嘅跑馬步，好跑過去，然之後擺低，再轉另外一邊嘅跑馬步，翻嚟拍手，轉另外一個同學落去 ，OK， 之後另外一個同學就翻去，執翻個豆袋，再翻嚟為之。邊組快嘅就為之贏 ，OK。輸咗點啊？輸咗就有獎勵啦，獎勵5個開合跳。係啦，好，好唔好隻腳唔好踩個白線 ，OK。好，聽下我哨子聲，預備 ，Go。跑馬步。好。有啊。仲喺度兜。阿常見到其實係有嘅，係啦。好。邊個快啲啊？我快。好。自己獎勵自己5個開合跳啦。係啦。好好好，休息先。好。另外一個。好，豆袋俾翻阿常先。冇得玩啊！個豆袋。未啊，最後一個活動。好，呢個我哋都係鬥快執翻個豆袋翻嚟，一個同學出去跑馬步出去，然之後翻嚟執翻一個豆袋，擺翻低喺白色線呢度，然之後另外一個同學都係。翻去執翻，擺翻嚟。OK， 睇下邊隊快啲。OK， 我哋準備未啊？係啊。預備 ，Go！ 跑馬步啊，唔係跑步啊。係。執一個，我。呢個情況係考慮到嘅。好，再嚟多次，俾一次機會嘅同學啊，係啦。好，幫我擺翻去。擺翻個快圈度，同學。好，一次只可以執1粒啊，一個人執1粒 ，OK。好，準備，再嚟一次啊！預備，唔好踩嘅。預備 ，Go！ 跑馬步，同學。好 ，OK， 完。係啊，恭喜呢一組同學，快啲啊！好，完。差唔多。